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6次的登记会，上午由建设部门的业务报告甲质询，其中针对都市发展局的部分，真侪议员焦点拢放伫对整体社会主体的关心，尤其以着第一批员工签约进驻的宜居仁爱，甲着宜居成功，因为签约率只有60%左右，议员嘛关心甲民众的愿望有落差。已经在招出了这个宜居成功跟仁爱这2个 case 了。我比较好奇的是说，你看哦，2个案子分别有103户跟75户，可是目前我们的签约率啊，大概在60%上下。为什么会有这种？因为现在已经等于是之前有人放弃得标嘛。好，我们重新再排候补嘛，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而造成，他现在这个签约，因为我们当时一定是签一定抽满的嘛。那为什么签约率到目前为止会有这样子的落差？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原因？其实因为当时这2个社宅它是在同时先申请啦，所以其实重复登记的状况是蛮多的。那确实有人重复的哪一个先开放申请登记？这2个是同一个时间，抽签不是同一个时间啊？抽签的时候是仁爱先。除了签约率的落差，另外伫社会主体品质部分，议员陈义珍嘛接到袂少住户的反映，表示拄完工的宜居成功，壁面竟然出现壁损。而且唔定一户，因此要求都发局爱来全面检测，确保品质。宜居成功是我们首批让大家申请的这个社宅哦，那也中签率只有4%，所以能够进驻大家都很不容易。结果刚刚搬进去住，有的就发现这个情形这到底是什么状况？那我们都发觉我们去了解到底这个裂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？那有没有去看看说怎么样去补强或改善？科长，我们这边有一些。我们其实确实在宜居成功这边，它的这个有发现说它有一批油漆的问题啦，所以如果民众有这样子，这一户有这样的状况，他只要跟我们报修，我们都可以去帮他做这个修补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是，所以你有接到有多少住户跟你反映啊？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每一间都会跟他们做点交，那他点交的时候，只要发现有小的裂痕，我们其实都可以做处理。除了关心社会主体签约甲的品质，另外还有真侪社会主体，包括宜居仁和、后甲、林森甲的延平等，因为话佮卡伫建造烟池，造成动工来延后。对此嘛，议员要求，伫行政作业甲的工期的部分，一定要来完备，并且加紧速度甲的效率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